他们在台上很多可爱的表演，特别是最幼小的小朋友，他们的让我非常的感动哈。我在他们表演当中有一个很深的感受，他们因为新冠肺炎的这个预防，每一个人都戴上口罩啊，有两个感想哈，他们那个纯真的笑容、可爱的脸孔被遮掉一半啊。第二个是。原先神创造了一个美好的世界，小朋友是要大口大口的呼吸，呼吸神给我们这个美好的新鲜的空气。不过因为这个大环境的影响，我看到他们现在真的很乖哈。以前如果我们小朋友要请他戴口罩，他也没两下子就丢掉了哈。他们现在竟然全程都戴上口罩，因为他们坐到那边去，牧师就省略这个互动哈。我要请各位来看一两片这是短片，就是儿童帮你祷告的影片哈。第一个影片我们播放一下。亲爱的天父，也求你保守我们，求你保守我们，也求你洁净桌上的饮食，也求你洁净桌上的饮食，让我们吃了，身体健康，灵魂兴盛，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优秀。这个是一个可爱的小朋友他吃饭前的祷告了哈。那我们是看他们的影片，也一般会想到我们这个儿女也会抱那么纯真的跟神一个交通哈。那第二个影片再播放一下。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一天平安的回来，平安的过去。所以让我们再睡个甜甜，因为明天是我们要敬拜你的日子，所以让我们睡得够来敬拜你，所以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让我们经常去做你喜欢的话语，所以让我们做一个你喜悦的人。主啊，求你能够让我们多学习你，去让我们多祷告。多唱诗歌，多读圣经，去让我变成一个你喜欢的孩子。求你能够让一心全家人，第一全家人，我全家人，然后还有我姐姐全家人，还有任何人的全家人，有些还没有信你，确认他们早点来相信你。求你能够让你的光来照他们，像我的爷爷，像我的公公，还没有相信你。求让你的光来照他们，像扫罗变保罗一样。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说有就有的神，你是创造主，我们应该都来敬拜你。主啊，求你能够让我们明天平安的过去，平安的回来，都能够向你赞美。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是让我们有颗爱你的心，让每个人都有颗爱你的心，然后让其他还没有相信的人去传福音，传给那些还没有相信的人，确认他们早点来相信你。求你让我们能够有一颗爱你的心，让我们每一天都来敬拜你、赞美你。如此祷告，很纯真的祷告这个小朋友他的口齿不大像台湾的小朋友，有点大陆的小朋友好，还有一个小男生的祷告，一个祝福，各位阿公阿嬷、阿姑阿弟、爸比妈咪，祝你的神爱我们，谢谢主，桌上的已经剩下去肚子归家长，因为我们今天是母亲节，然后教会都有很多人，然后夫妻也是，慧心妈都是，然后还有玩得很开心，然后还玩游戏，还玩得很开心，然后还得到你玩那个吃的，然后也很开心。放主耶稣的名说，阿门。他觉得他祷告完非常的兴奋那我们用这个小影片跟对照刚刚的小朋友今天呢是主日学主日呢本来是在10月份的那因为他们因为疫情的关系，他们的准备比较不方便，所以呢就
就延到这个礼拜，也是在代降节的时候。那借由这些小朋友可爱纯真的那个带领，我们要一起思考这个主题，叫做儿童心灵纯真敬拜。不是说大人的敬拜不重要，大人更多的一个要求。不过，从今天两个经文，我们要去学说，主耶稣为什么要让我们成为儿童的形式哈？第一个经文是简单一句，撒母耳他回答上帝的呼召。那前后文我们都知道，撒母耳是他的妈妈哈拿，因为没有孩子，所以跟神祈求。当他得到小孩之后呢，他就说：“我要将这个小孩奉献给神。”最能够表达他奉献的是，他割舍了这个母亲跟小朋友一起那种感情，他把他送到圣殿，送到祭司以利那边，让他从小就学习侍奉神。那这个故事它的重点在于说，竟然在半夜的时候，神对他说话。说撒母耳，撒母耳，他以为隔壁的老以利这个祭司在叫他，他就问说：“以利，你是在叫我吗？”他说：“没有啊，我在睡觉。”然后又叫他去睡。到第三次第二次他觉得说怪怪的，在古代那种时候也不会随便从其他声音出现，声音都很安静嘛，所以声音出来一定是非常特别的。以利就告诉这个可爱的撒母耳小朋友说：“你在听到的时候，你就回答说，请说，无人敬听。”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特别开口对撒母耳的呼召。那我们可以说，神在呼召人不是等你成熟长大了你已经装备好了才呼召你。是一个可爱的小朋友，神已经看见他将来的作为，神要呼召。神在呼召人就是很特别的。不是你各方面条件都具足了，你就是有资格。保罗被呼召是什么时候呢？保罗是在迫害基督徒的时候神觉得这个人可以用，就把他改变。一旦顺服在神的恩典之下，他就是被神所重用。感谢主，我们看到另外主耶稣面对这一群学生的作为的时候，有这个表达，就是耶稣在群众当中讲道的时候，有人带小孩子要来见耶稣，请耶稣来摸他们，这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就是非常一个很自然的举动，就像说我们带着小孩，请一位长辈来给他爱护摸他一下，表示被祝福的意思。但是这种动作呢，竟然学生带耶稣来处理处理什么呢？他们阻止他，所以圣经很少看到耶稣生气的次数不多了。这一次耶稣生气了，耶稣看见了就生气，对人们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阻止他们，因为上帝国的子民正是他们这样的人。”耶稣会这么说，特别还讲了这句话，他说：“你们记住，凡不像小孩子一样来接受上帝主权的人，绝不能成为他的子民。”这句话可能很多人会有一个问号，到底像小孩子是什么意思？是童真，是小孩子不捌岁数压瓦差大牙差，是这样吗？耶稣讲一定有它的意义。那我们要去思考，耶稣讲这句话对我们什么样的一个提醒那耶稣就抱起小孩，一个一个来摸他们，给他们祝福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在给我们显示什么？我们看见撒母耳他在幼小的时候，他就听见上帝的呼召，然后撒母耳就回应说：“请说，仆人静听。”我想可爱的小朋友，他大概不知道上帝呼召他干嘛，是大人告诉他说：“这个是神给你特别的呼召，所以你要回应说仆人静听。”因为可爱小朋友他怎么知道什么是仆人呢？那所以这个可以看见什么？第一个，小孩子纯真的心灵被上帝所看见；第二个是有大人的教导，让他知道说，原来这个是神特别对他显现。
你要学会回应。所以有纯真的心灵，听见主的声音，又有一个长辈，属灵的长辈教导他、引导他怎么样回到神的面前，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耶稣这样子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阻止他们，因为上帝国的子民正是像他们这样的人。”耶稣讲这句话一定有他的意思。他还继续说：“凡不像小孩子一样来接受上帝主权的人，绝不能成为他的子民。”好，我们先做一个思考。耶稣说像小孩子，那表示说大人有可能他有他的不足哦，可能是小孩才有。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他一个绝对不会讲说啊，人生的经验大人当然是比较多了，有力气当然是大人比较多了。会察言观这个地方来入手，就知道说主耶稣在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性是。大人在长大以后，见过世面以后，经历人生的事故以后，会慢慢减少。那耶稣说要像小孩子，大概有这样的一个学习。第一个，儿童有什么属性呢？他很微弱，很弱小。所以我们说老幼不如嘛。我们说小孩子呢，他那个力气不大，所以他需要保护。我们是不是在神面前呢？感觉自己很厉害啊，不要上帝，而是小孩子他看到妈妈不在，他就会哭了；看到爸爸在了，就抱起来，让爸爸抱着他。他在睡觉的时候有妈妈来护着他，他就睡得很安稳。我们是不是在神面前有这样的完全交托的心？第二个，小孩子天真无忧，活泼爱游戏。很自然的反映出他的真性情。成人呢，有时候因为被社会化，不能随便表达你的情绪。在人面前要怎么表达？在客人面前要怎么表达？在什么场合你要有什么样的规矩？小孩子不懂，但是不懂反而是把自己的真心表达出来。是不是我们在神面前失去了这样的纯真？第三个，不世故，真诚没有心机。他饿了就说饿了，就要去厕所，那就要去厕所。他因为这样的纯真不世故，是不是？耶稣在讲这个，因为耶稣没有讲更深的答案啊。我们当然就从小孩子的特色去了解。另外一个是儿童的特质，儿童有谦卑的特质。谦卑不是说他从小就学会。很谦虚耶，有时候小朋友也很骄傲啊。他谦卑的意思是，因为他自己能力不够，他知道自己不能做什么。所以为什么小朋友常常会讲说爸爸是英雄？因为爸爸会做的事让他觉得好像爸爸非常伟大因为他有那个简单的对爸爸的一个感戴。那谦卑的意思是，不是靠自己？他遇到事情会叫妈妈，或是爸爸帮我什么？因为他愿意。求助。第二个是服从，当然也有小孩很搞怪的啦。我来到这边到百货公司逛，来到这边不要乱跑跑到不知道哪里去了，到游乐园去了，他找不到他，常常在广播说，某个小朋友你在哪里这样。不过他所说的服从是小孩子他因为自己能力不够，他的整个对这个环境不认识，所以他就很依赖父母亲。第三个是信赖跟信任的特色。因为小孩子知道父母亲是他会依靠的，所以从小就是对父母亲很信赖。所以有关于一句话说，小孩子一旦在家里面受到比较不好的待遇，或是比较不好的教导，可能他的受伤会一直留在他的生命里面，留在他的心中。所以我们怎么样呵护，即使是受到伤害，怎么样让他修复，这都是我们知道说原生家庭。或是从小里面成长，我们在注意的，你的一些儿童教育或是一些教育理论都非常重要这一点。第四个是小孩子不会记仇的善忘不记恨的特质。在学校跟谁吵架了，明天又玩在一起了，他也不会觉得昨天跟他有什么。那这样的一些特质，是不是就是我们要进天国的特质呢？那这倒是我们大人要去努力维护的地方。因为我们太盯了，我们太会思考那个细节了，
而跟神产生一个界限。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做错什么事情，我们就不敢来教会。其实，真正我们做错的事，真正我们犯了罪，才需要神啊。神不是那一种挑好不挑那个做坏事的人，不是。神是爱他的百姓，特别是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但是人会用自己自我筛选，觉得我今天不够认真不够谦卑还不够虔诚，所以我就不去教会。反倒是这一种反面的操作。感谢主，主耶稣要我们用这样的心情跟神接触，用小孩子的心灵跟神接触，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耶稣说，那真正敬拜天父的要用什么？心灵跟什么？真诚的敬拜。其实儿童真的就有这样的特质。刚刚小朋友从头带领我们唱诗歌到现在，你可能发现说，小朋友可能讲的也不是很完整、很流利，但是你不会觉得他有什么不好啊？他就是这样的真诚，说错了再重来就好了。因为神要我们这样把心完全的敞开，所以敬拜神不是你唱一首诗歌唱的非常非常好，很像那个什么三大男高音那种歌声才神才喜欢，因为你真诚的表达，你的心灵跟神有连结。所以今天牧师一个简短的信息主题是说，我们要学习，特别是现在家中有小孩子的，国小、国中的小孩子，我们怎么样让儿童他自己成为敬拜的主体，而不是附随的。比如说有人来做礼拜小孩子那边玩牧师要爸爸妈妈要做礼拜了，不要吵我就好，不是是说弟弟妹妹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所以刚刚看了两三个短片，是那个小孩他自己跟神祷告，而不是长辈讲他才跟。第一堂礼拜的时候，我问了一个小朋友，我说：“你们自己会祷告的举手，还是妈妈叫你祷告你才祷告？你们吃饭的时候会觉得说我要感谢神，因为爸爸妈妈那么辛苦为我准备赚钱，让我吃的这么好吃的，我要感谢。有没有这种出自他内心的感受？还是说妈妈还是用规矩说不祷告不能吃？变成把祷告看成一种赏罚的工具，那跟小朋友到真诚感恩的意思就差距很大。睡觉前的祷告是家长逼他的，要求他，还是觉得说，我觉得祷告会让我心情完全的放松，我可以今天晚上做一个很好的一个睡眠。这都是我们调整跟小朋友的关系，让儿童成为敬拜主体。牧师要介绍一本书，在几个礼拜前呢，周报有报道说，邀请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本书了这本是一个韩国牧师所写的，它叫做《孩子走进教会》。他的见证是说，从100人到1600人，怎么样成长的？这个是神的奇迹在这间教会。这间教会的名字也很梦幻，叫做梦之教会。我们常到外面去，人家说你是哪一个教会？说富强，人家有一点说哇，你们又富又强，感觉上有一点对你印象深刻。但是没想到梦之教会那个名字更梦幻让人觉得说这个教会里面想要去了解到底他们是什么叫梦之教会。也许是惯例的问题我不了解，因为原文不知道。我他介绍这本书，主要有一个角度是说，这个教会又不是在首善之区，在首尔里面。或是说在那边什么样的人才都具齐备，所以他们才有办法做到那么大的事，是因为呢他们经历了神的恩典。他说，从100到1600人的梦之教会，他们的复兴，他们是特别神给他们一个命令，或是神给他们一个呼召，专门针对0岁到35岁的小朋友是青少年，他们引导他们接触上帝，透过这间教会一个非常热诚的敬拜。他们没有什么奇谋技巧，他们就出自内心，根据圣经的教导，
十字架的爱与福音的原则，在主日学的合场产生了非常大的效果。所以礼拜三晚上呢，谢牧师邀请大家，你如果没有这本书也没关系，他主要是讲一起来借着这本书去看见神在主日学的事工上面什么特别的，给我们的一个 idea 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灵感啊。那也许大家在火花冲击当中，看到神在我们互相教会有什么样美好的一个旨意。那透过这个主日学的主日啊，给我们一些感动，特别是自己做家长的，或是做主日学老师的，或者做支教会的干部的。那你没有这本书没关系，因为它主要的见证是前面那一章啊，后面都是国小部、国中部或是大学这些不同的时段，他们怎么样运作的一个有点类似手册的感觉。前面那一章才是见证啊，那所以你可以来参加来听，一起来分享。那这个梦之教会它不是在大都市，它在一个人口不到28万的小城市。28万，我们来看，应该有点像新化，或是像永康仁德大概这样的城市，不是在大都市里面。但他们18年来有系统的实践，用圣经为中心的教育，主要是他们一群人得到这个呼召，从主任牧师开始，从这些同工开始，从这些青少年的领袖开始，他们领受这样的福分，他们就勇敢的接受了这个任务，他们用非常富有创意的拓展下一代的事工。换句话说，圣经的原则跟教导就是很单纯，但是借由这一群人的一个激发，发现了很多非常可爱、特别针对小孩不同年龄层的需求，创造出非常多样性的一个教导，让小孩子喜爱来这里，觉得不来太可惜了；青少年不来这里，觉得失去了这一次互动的机会，所以他们就培养出了很优秀的领袖出来。他们在这个教会呢，把那个儿童到35岁的青少年分了好几个部门，一个是婴幼儿部，就刚刚我们第一个小朋友在表演这群可爱的小朋友，还站不稳的还不知道面向哪里的这些小朋友，他们说我们希望从最幼小的小儿童开始，就培养他们像沙姆那样充满信心的孩子，就像我们在那个影片里面看见那个可爱的小朋友纯真的祷告一样，他们是跟神直接的关系。前不久我听到一个讯息很有意思，这个跟圣经可能也没有关系，跟科学跟医学好像没有关系，不过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受。什么事呢？就是说，有人在说小孩子我们的幼儿刚生下来的时候，听说这个头脑的头壳上面不是软软的吗？我们台湾我们这个华人把它叫天灵盖，对不对？然后天灵盖还没有硬，好像还软软的。有人把它解释说，这个天灵盖还没有硬起来，是因为它跟神的关系非常的亲近，好像这个天线还是非常的敏锐。人一长大，头硬起来了，跟神的关系就越疏远。虽然这个没有什么理论根据，不过我觉得这个话给我们一个很深的感触。小朋友跟神的关系真的是比较亲密，因为他单纯，他跟神的互动。那我们怎么样在幼儿的时候就让他感觉到跟神的关系是真实的？因为小孩子他看不见神，他不能用逻辑去思考，但是他用感受是更正确的。那这些教会还有小学部，这些老师说，用全部的爱去爱神所供应的小孩子。青少年部怎么做呢？很简单，他们认为青少年就是很喜欢创意，青少年就喜欢好奇新的事物，所以他们就绞尽脑汁境外的特色是有趣，不会觉得很沉闷，好像例行公事，所以他们就让这群小孩子爱得不得了，喜欢来敬拜。青年部更大的成长，因为从小培养所以青年部是从2个年轻人成长到500人。这一群年轻人爱主的年轻人坚持在这里聚会。他们平常因为在小城市所以有些工作或是读书要到外地去，
跟他们愿意在1个礼拜结束之后，休息时间假日，会感觉到他自己所爱的家。这是一种强大的吸引力，没有什么原因，是因为神爱他们。所以他们把这间教会的青年部，就是成为一个培养人才的青年部。各位弟兄姐妹，你的家中有小孩，有青少年，期待我们跟神祷告说，主耶稣让我们的儿童、青少年成为敬拜的主体，真的不是附属的。有时候我们在敬拜神、在祷告的时候，小孩子不要吵，其实是要邀他一起跟神祷告，邀他一起敬拜。即使他对歌声不懂，对祷告内容不懂，我觉得有时候很感动。看到，比如说有的时候刚好没有主日学的哈，有家长带着他的小孩来，他坐在他的旁边，可能听不懂，一知半解，但是就是非常的安静的陪爸爸妈妈在那边敬拜上。让他觉得这样子才是我的态度，而不是说这是你们大人的事，跟我无关。那这个不是很简单的事，是因为让他自己去体验神的同在。他身体不舒服的时候，让他知道跟神祷告。我记得还看到一个影片，就是一个可爱的外国的小朋友，哇，高兴得不得了。他说：“爸爸，我昨天身体不舒服，跟神祷告，神让我好起来了，哇，幸福得不得了。”再跟他父母亲做见证这样。所以，让我们的小孩自己敬拜神，让儿童亲自亲近主。敬拜上帝，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态度跟理解。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引导儿童亲自来敬拜，自己来祷告，而且诉说上帝的恩典。不是我教你，你才讲，而是你自己会讲，甚至能够跟他的同伴来传福音。这本书有一个评论，他说一句话，他说：“没有主日学，就教会没有未来。”今天我们的教会真的也是面临着很大的挑战。我们刚刚看到第1堂跟第2堂，至少有6、7个、7、80个小朋友在这里，感觉上还有点安心，对不对？那其实现在很多教会没有主日学，因为没有小朋友，要不然就是没有老师。这是我们教会面对下一个时代的挑战。少子化，儿童减少。第二个挑战是，现在的小朋友脑筋装什么，我们大人有时候不懂。当然你自己当妈妈、当爸爸的，从小培养他，大概多少理解。我的意思是说，一般人可能对现在的小朋友，他接触什么？我看到有的父母亲拿一个 iPad 给小朋友，哇，他滑，什么东西都看得懂，太奇怪了。我以前的连摸都不会，他到底看什么？他接受了什么？我不知道。所以现在的1世代的小朋友，我们连怎么教导他，我们都要想尽各种方法。那你怎么样让他得到信仰的教育？是我们跟这群可爱的小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所以我知道为什么很多父母亲他会在假日的时候，特别带他到田园去，带他到动物园去，带他到最原野的地方，让他去体会这个大自然的美妙，而不是只是透过平板、透过电脑，是因为让小朋友直接接触神所创造的大自然。而且，既然1世代小朋友不好教，那我们更需要的是培养下一代、新的一代的主日学的老师。因为我们这群主日学老师，他们有的已经服侍主20-30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让人家感动。所以有的教会他们会在周年庆的时候举办什么一个感恩，就是说好参加圣歌队几十年，哇，就颁发一个奖。主日学老师教了几十年，我在高雄有一位阿嬷，她教了60年主日学的，她就从头到尾很好。但是我们不能说就靠这一群有经验的阿嬷来教小朋友啊。怎么样培养新一代的老师，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很重要的任务。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上个月呢，教会举办了一个共事营，大概有90多位弟兄姐妹、教会同工领袖呢，一起到林子内的这个领袖中心。他们这个教会呢，
会才不到100个，那他买一个营地好几甲的地，整理的让人家觉得叹为观止。我们这边其实时间很简短，过了一晚跟白天的，这是那一天我们一起在那边照相的一个照片，看起来哇，光看着这个美丽的森林啊，跟草地就觉得心中很舒畅。开车大概45分钟就到了哦。那是我们一起照相的一个景色哦。那这群弟兄姐妹度过了一个非常有意义，就是说大家脑力激荡，共识也结束。那大家在里面一起听神的话，一起分享，一起祷告、晨更，一起玩游戏。那每个小组想尽各种办法，怎么样去得胜啊？用很可爱的一个互动。这些不同的群组，他们的表达，有的是用年纪的，有的是以他进入步强教会的年代，比如说30年前就来教会的，20年前才来教会的，10年前才来的，可能是2、3年前才来的，他们对教会的一个印象是什么？这位老师很会带可以让我们整理出我们一些概念出来。那这个是这位老师这个长荣大学的教授那他带我们怎么样把个人的想法累积成一个能够整理出来的一个知识跟我们的结论那这个是最后我们在分享会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小组画出一张图，去表达出我们在教会的角色这个图现在放在那个心灵传讲的走廊，你有空去看一看，猜一猜你如果没有参加，你到这张图在画什么？在象征你跟神的关系，在教会的角色那这是我们最后整理出6大项。2030年我们的步强教会会是什么样子？你的意向是不是我的意向？让它整合出6大项，我们的同工会整理出来，到时候会展现在大家面前，说到底我们期待10年后的教会。我们这些可爱小朋友就是青少年牧师要退休了，大家有的要成为教会的领袖了，你怎么样让我们的步强教会走到什么样的程度？因为时间不多，我主要是要跟大家讲说，其中有几项的结论是说，我们对我们的下一代有什么样的期待？大概看这些单子里面写的有3项。第一样是10年后我们的教会会生养这么多。我们的教会很多年轻人在这里，很多夫妻养育可爱、健康、聪明的小朋友，我们是不是有期待？那有期待的话，我们一定要祷告，我们教会更多的年轻人在这里，更多的年轻夫妻、可爱的夫妻在这里，他们生养可爱的小朋友，在教会里面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景色。现在台湾少子化，特别是长老教会，长老教会呢？老化的非常严重。前几天有一位大光教会的蔡牧师，大家可能很多认识他，他们教会非常的兴盛他受邀到高雄去演讲，他就很语重心长的提醒说：各位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请你们要慎重的去面对，我们教会如果不传福音，不引人归主，可能我们在10、20年后就会凋零了，因为长辈很多，年轻人进不来，小朋友又少子化，讲得大家觉得心有戚戚焉。不过结束的时候，有一位教会的长老跑来跟这个牧师讲说：“牧师，你说20年会凋零其实不对。”他说：“那你的意见是什么？”他说：“再不努力10年就凋零了。”意思说他觉得讲20年还太保守了，因为他说我们教会上礼拜举行和会，我们长老教会举行和会就信徒大会的意思。他说我们会员叫做在籍的会员有132个，算一算，我们前不久领敬老金的有
111个。当然，他们我要注意看，原来他们是65岁就发现了，也不是我们教会70岁。不过也看见这一个迹象。长老教会因为历史悠久，长老教会因为对传统很重视，年轻人的语言我们不懂，所以年轻人都跑掉。年轻人跑掉，小朋友当然也跑掉。我们不讲教会看到这个共事营所讲的这个意象。不是一个天花乱坠乱讲，写一写就好了。是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个意象成为真实的存在、真实的呈现呢？在10年后就是这个样子啊！会众生养众多，我们教会充满小孩，充满青少年在这边聚会，而且还吸引社区的朋友，他们也把小孩带进来。这个才是我们共事营的目的，不是把写了一个非常好的报告完了就结束了。那我们去求神给我们这群可爱的小朋友，他们自己会敬拜神，自己会祷告，自己会为父母亲祷告，能让我看见神的美好的圣工就在教会继续的运转。感谢主，因为我们看到这群可爱的小朋友，就对教会有希望。那我们怎么样让他们成为敬拜的主体？在小时候就跟神建立了美好的关系，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教会的责任，老师的责任，更是我们每一个家长的责任。